中央气象署指出，讲位伫关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伫透早2点已经发展成做风台洋流。气象署预测讲，后礼拜2会开始来接近台湾的东南风海域，未来是有2种可能的路径哦，可能会对巴士海峡扫过。第2种是直接通过台湾，也毋过路线是阁有正大的变数，要阁继续观察。日头赤炎炎，北部地区民众便若出门，都要规身躯寒。不过，伫吹尾，中央气象署宣布讲，第3秒风台洋流生成，这款的天气可能会转变，是讲目前也无法确定洋流风台敢会直接来台湾。即使它走比较偏南的路径，我们目前预估它还是会比较偏向还是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。那如果走比较偏北的话，甚至目前有一些资料显示它甚至没有办法维持台风的强度，所以目前的这个部分其实不确定性是蛮大的。毛气象专家认为，未来影响洋流风台变化方向的因素，除了观察太平洋高压的强弱，还有另外一个变数，就是风台本身的强度，敢会维持轻度风台，也是变弱，也是吹强变作中度风台，搁要密切观察。按预报的趋势来看，洋流风台目前哪像7月中的未拍风台，有期按后礼拜2开始会接近台湾，拜3是上瓦近台湾，拜4可能渐渐离开。不过，在风台瓦近台湾的时阵，这几个地区要注意雨势影响。我们大概会先认为它往台湾东南方海面到南边，就是巴士海峡走的机会最高。那如果照今天的路径来看的话，受影响比较大的区域就会是落在东半部到恒春半岛这一带，尤其是花莲、台东、恒春半岛这边，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是比较明显的哦。那其他的地方大概就会被山脉给屏障。气象专家分析讲，有关洋流风台的路径甲强度，可能要到礼拜才会较明朗。目前预估，若是这个洋流风台离开了，太平洋高压会继续影响台湾，未阁含有大范围的低压带，会当恢复一般热浪的天气形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